高雄给各县市累积了很好的执政经验。我们要让这个骄傲继续延续下去，用2年拼4年，把高雄拼起来。那一份感情是放不下的。他对这个故乡的使命，能够让他把高雄市长做到最好。一个合格的市长要诚恳、贴近民意，对自己县市的业务一草一木他都非常清楚。擘画这个城市的时候，他有整体规划，能够洞见这个城市的问题，有办法解决我们乡亲生活上的需求。他是看不见的推手。过去奇迈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他比较理性，觉得这个人酷酷的，然后呢，像冷面笑匠，一个暖男，挫折了，还是能够站起来。他不管是在口罩国家队，不管是在工具机国家队，奇迈展现了非常优异的协调能力。经过在府院的一个历练，我相信他现在更稳健、更成熟。绿色执政在高雄是翻转整个南北差距很重要的一个开始。民进党带来了高雄市第一次的一个蜕变，把传统的一个工业城市呢扭转变成一个海湾的城市，都是我后来担任市长学习的一个对象。让高雄给各县市累积了很好的执政经验。我们要让这个骄傲继续延续下去，用2年拼4年，把高雄拼起来。那一份感情是放不下的。他对这个故乡的使命，能够让他把高雄市长做到最好。8月15日投票选市长。